作為計劃成員，你可以如何透過積金易平台開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特別自願性供款或者個人帳戶？當你選擇嘅強積金計劃轉移至積金易平台後，你可以透過積金易平台登記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特別自願性供款或個人帳戶。登入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喺主頁選單按我的強積金及選擇登記強積金帳戶。喺呢個頁面上，你可以向左或者向右滑動屏幕，以瀏覽所有強積金帳戶類型。按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特別自願性供款帳戶或者個人帳戶，以開立你嘅強積金帳戶。按開始登記前，請仔細閱讀指示。喺清單入面選擇強積金計劃，按下一步。然後你可以選擇透過智方便或電子身份驗證嚟驗證你嘅身份。如果你選擇用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請跟隨屏幕上嘅指示嚟完成驗證身份步驟。如果你選擇電子身份驗證，準備好你嘅香港身份證後，按開始掃描，選擇你嘅身份證明文件類別，並按照屏幕上嘅指示掃描你嘅香港身份證及進行容貌辨識。首先，確保你喺光線充足嘅環境下進行呢個步驟，然後手握住你嘅身份證，留意唔好俾手指遮擋到身份證上嘅資料。調整手機角度，令到身份證貼合屏幕上嘅白色框線，保持唔喐，直到4條框線變成綠色。然後你手機嘅閃光燈將會自動打開。請保持身份證貼合框線，微調身份證嘅角度，將閃光燈嘅反射光點移至紅色格內，直到4條框線再次變成綠色，以完成正面認證。下一步，垂直手機並舉到你嘅視線水平，以進行容貌辨識。確保手機鏡頭可以完整影到你嘅樣，然後根據指示對鏡頭眨眼嚟驗證。完成身份驗證後，請輸入如下所需資料：輸入你嘅電郵地址及手機號碼後，按驗證以接收一次性密碼並進行驗證。輸入你收到嘅驗證碼，輸入你嘅投資選擇。如果你正在登記嘅係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或者特別自願性供款帳戶，請填寫供款詳情同付款方法。如果你正在登記嘅係個人帳戶，你將會直接跳至下一步，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並按提交。細閱條款及細則，按接受，你就可以成功提交你嘅登記申請。登記完成後，有關結果將會透過電郵或者短信向你發出。你可以喺收到成功登記通知之後，透過積金易平台作出供款。希望本影片對你有幫助。準備好發掘更多積金易平台嘅功能未？立即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empf.org.hk， 了解更多。